想開啟你嘅財富密碼，只需要掌握兩個關鍵。今日先講其中一個，財富累積。佢嘅基本法則就係時間換取金錢，而當中你要掌握兩個重點。第一係用緊邊個時間，第二時間金錢嘅兌換率。而呢條片會再聚焦喺時間金錢兌換率上面，正好多有錢人唔會話俾你知，而大部分人認為自己已經了解，所以忽略咗嗰一點，錯過咗，絕對係你人生最大遺憾之一。睇完呢條片，你嘅時間再唔會只係攞嚟換工資，又會變成一個創造自我價值嘅財富機器。記得先俾個 like 同收藏，呢個好可能係你作出改變嘅第一步。工作就係用時間換錢，一聽到呢一句，你好自然就會諗到揾一份高人工嘅工作，咁樣你嘅思維就已經達到咗入門級別噶啦。而只要你面對個現實的話呢，你就會發現高佢比你想象中更抽象。你越追求高收入，你係越難追到佢，而且距離你有可能越嚟越遠。如果有同感嘅，請留言打個1字。特別提醒，如果你認為提高收入係可以做多份兼職的話呢，你好有可能反而降低緊你嘅時間價值。所以你需要掌握到時間金錢兌換率呢個核心竅門，你就可以創造屬於自己嘅財富增長模式。先從第一步入手，學歷投資係提高時間金錢兌換率嘅最常見方法之一。根據統計啦，學士學位以上嘅人月薪中位數顯著高於中學學歷嘅勞工，所以好多人會選擇將時間投資喺學歷提升上面。但係讀書係咪真係100%幫你帶嚟到回報㗎？其實早喺 AI 技術出現之前，學歷的而且確可以幫你打開更高起薪點嘅大門。但呢條路上面唔係冇上限㗎。例如10年前開始啦，已經有啲讀到 PhD 博士銜頭嘅人，佢會發現市場上面已經冇同佢學歷匹配嘅高收入職位㗎。佢投資入去嘅時間成本好可能就完全浪費咗。成因好可能就係因為學歷貶值同埋職位流動性放緩。而而家 AI 時代更加大幅度改變咗遊戲規則，唔少大學生畢業就等於失業，所以更加多人轉移去揾啲稀有性行業，例如醫護、律師或者啲冇咁容易被 AI 取代嘅工作。而唔少呢啲工作起薪點都相當有吸引力㗎。但 AI 嘅威脅已經動搖緊大部分行業嘅信念支柱，包括埋呢一類嘅稀有行業。所以唔少同學應該開始覺得自己嘅就業前途好似一場賭博咁樣，賭住就係呢幾年嘅時間同學費。當然包括埋機會成本嚇。強調一點，我唔係叫大家唔讀書，係希望大家識得點樣去讀。我哋再睇多一步。提升時間金錢兌換率嘅關鍵其實就係專業累積，因為專業先可以直接兌換到金錢。變得專業亦都需要你投入時間成本，而點樣投入呢個時間成本就係核心嘅重點啦。專業從來唔係講緊技術上面達到被認可嘅熟練程度，因為掌握一個技術嘅竅門，往往只需要1到3年時間。但係小心被認可呢個關卡啊，好多專業人士一生被拿捏嘅痛點就喺呢度。佢通常要你有學歷，又要達到行業當中一啲升級嘅準則，同時要遵從一啲特定但可能冇必要嘅要求。所以往往一旦入咗行，反而更加難作出改變。專業唔好只停留喺一個小圈子入邊啦。好，講翻你點樣喺專業上面真正投資時間。先講個例子，睇你睇唔睇到關鍵。Netflix 嘅興起就睇到傳統影音市場係靠實體店租賃 CD 同埋 DVD， 佢就開啟咗個免罰款線上面訂閱嘅無實體店模式。隨後網絡文化普及，透過演算法嘅技術優勢，分析用戶嘅喜好，實現精準嘅個人推廣，顛覆咗全球娛樂行業。今時今日已經成為行業嘅龍頭。佢唔可以算係做緊高技術，但佢喺市場營運上面絕對係專業嘅。所以你要建立財富累積嘅基礎，你必須要同時瞄準緊技術嘅盲點同市場上面嘅痛點，跳出框框，開發啲突破性嘅新模式，解決其他人冇辦法解決嘅問題。所以歸納嚟講，你要揾份高時間兌換率嘅工作，你就需要符合以下2個條件。第一，去揾你擅長嘅嘢，咁可以大幅提高你嘅時間利用率，咁你容易有階段性嘅成就咯，而且可以方便你揾到行業嘅突破點。第二，做你中意做嘅嘢，咁你可以快樂地持續喺一個行業入邊長期投入，一邊可以等待你嘅成就時刻，又可以同時間享受你嘅工作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好中意幫人哋照顧人哋嘅，選擇咗護理行業，對你嚟講工作本身有成就感噶啦，仲有呢種內在嘅推動力咧，會令你工作變得更加愉快，亦都睇得到更加多嘅方法，點樣真正幫到你嘅病人。呢個就可以幫助你突破你嘅專業。但係如果你真係純粹為咗護理可以賺得多錢，夾硬去做的話咧，好快令到你嘅意志完全消磨。我相信你身邊都有呢個例子。所以要追求高學歷或者人工之前，先搞清楚你真正擅長嘅地方，同埋你嘅驅動力究竟喺邊度嚟嘅。
你想清楚知道自己嘅興趣、能力同驅動力，呢一個應該係由教育負起嘅責任。但而家教育系統咧就比較忙去做其他嘢，冇時間照顧每一個人嘅需要。SGF 能量檢測可以幫到你了解到自己真正嘅天賦。能量檢測係一個工具，可以幫你每一個人睇清楚自己。而暫時市場上面冇其他科學嘅方法可以幫你更精準、更深入地了解你自己。只需20分鐘，我哋運用專業儀器分析你嘅生物能量場，清晰解讀你適合投入努力嘅方向，制定你嘅專屬時間到嘅模式，或者處於職場樽頸期，呢個檢測都可以幫助你揾到人生嘅方向，唔會再處於迷茫當中。機會唔等人，立即行動啦！